这时，请咱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第6章第5节到第10节。旧约圣经创世纪第6章第5节到第10节。上主看见人类每一个拢邪恶，对头到尾心怀恶念，就后悔家己伫地上做了人。伊真忧伤，讲我要对地上消灭我所创造的人类，也要歼灭走兽。白虫甲白鸟，因为我后悔做了这个动物，可是上主欢喜拿阿。以下是有关拿阿的记载。拿阿有3个囝，闪、含、雅弗。拿阿无有缺点，是当代唯一的好人。伊甲上帝有亲密的交往。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咱今早起蔡牧师所要带来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第5篇拿阿。圣经人物系列第5拿阿。请咱大家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咱教会所设立的圣乐主日。其实去年牧师就甲大家分享过吼，咱每一礼拜拢应该爱是圣乐主日，因为咱拢是用敬虔的心，用水的音乐来服侍上帝。咱用这款谨慎的心来服侍上帝，我相信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咱今仔日要来分享的主题就是圣经人物中间的拿阿。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只是用敬虔的心伫你的面前，点点听候你的话语。因为阮知你的话语会当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对每一个圣经人物中间来学习，因为优点诚做阮会当进步的来源、快乐来源；因为缺点诚做阮会当警醒的所在。恳求主，互阮注心伫你的话来得到帮助。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拿阿的故事伫圣经中间创世纪第6章到第8章，牧师有请大家事先来读，所以拿阿的故事咱拢有真清楚、真了解。咱伫要分享今仔日的主题进前，牧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毋知大家咧担任某一项工作的时阵，有时是教会内底的服侍，有时是你伫社会中间所做的工作。毋知大家敢有一个犹豫，讲为什么我会做这项工作？为什么上帝会选择我？为什么世间人遐尼济中间，为什么我被安排来担任这项工作？我相信这一定有上帝特别的心意。咱今日就是要来看拿阿的故事，因为上帝选择拿阿一家人，成做一个拯救的一个上帝。所以咱爱来透过拿阿的生命故事来学习，安怎成做一个会当互上帝拣选，成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咱要用几礼拜的时间，可能3礼拜的时间来分享拿阿的故事。头前2个礼拜，咱来分享为什么上帝会拣选拿阿？为什么上帝会拣选拿阿成做一个伊拯救的对象？
圣经中间安尼来讲吼，讲上帝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权能帮赞于心存诚实的人。意思讲吼，咱伫世间的生活，上帝有咧来咱看，上帝有咧来咱监察，因为即个万民中间，伊要超找人，超找啥物人？超找于心存诚实的人，然后要赏赐伊大权能来帮赞伊行真济上帝爱咱行的代志，就是帮赞咱会当完成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所以上帝伫即个世间人中间咧找人，咧竞选人。伫那个时代，咱毋知影当时阵有偌济人，但是伫遐尼济人的中间，上帝为虾米竞选哪一个人？上帝竞选伊，绝对有伊的原因。咱要对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来找答案。咱要思想，上帝欢喜竞选虾米款的人？咱来学习几件真重要的品格，互咱本身毋是干那得到救赎尔，咱也真做上帝竞选来使用的人。咱要用2个礼拜来看即个题目。今日要甲大家分享2项真重要那阿的品格。首先咱伫圣经中间，咱发现那阿有一个真重要的品格，就是伊是甲上帝同行，甲上帝有密切关系的人。咱来看这段经文创世纪第6章的第9节。和合本的圣经安尼翻译讲，那阿是义人，伫当时代是完全的人。那阿甲上帝同行。现在中文译本啦，即个同行翻译做啥？翻译做甲上帝有密切的交往。那阿无缺点是当时代唯一的好人，伊甲上帝有密切的交往。那阿甲上帝同行，伊甲上帝有密切的交往，所以上帝竞选伊，使用伊。伊甲上帝有密切的来往，所以伊知影上帝的心意。咱如果咱若读进前去读创世纪第5章的所在，有一个人这人叫做以诺以诺真特别伫圣经中间讲，上帝直接来接走了伊介绍咧暗示讲，伊无经历过死亡，上帝直接来接走。所以，但是以诺有一个跟那阿相共的特质，以诺甲上帝同行对无？结果你若看创世纪第5章21节，伊讲以诺甲上帝同行，叫上帝亲自来接走。那阿嘛甲上帝同行，但是上帝对那阿有无共款的计划，伊就会留落来完成上帝的使命。上款是甲上帝同行，但是有无共款的计划，无共款的命运。但是因的生命上款拢是美好，所以甲上帝同行，甲上帝有密切的交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咱来学习，做一个被上帝竞选、被上帝使用的人，咱需要甲上帝同行，甲上帝有密切的关系。牧师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3个原则，和大家3个建议，咱做伙来学习。第一项要想做一个甲上帝有密切的交往、甲上帝同行的人咱来有一个概念，就是咱来用敬拜做咱生命的中心。咱来理解上帝创造咱人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互咱透过敬拜，甲伊交陪，甲伊密切的交陪。咱每一遍敬拜，就是来亲近上帝。所以牧师逐遍伫开始的祈祷的时，拢会带大家做祈祷，讲感谢上帝将咱引带来到伊的圣殿，伫伊的施恩宝座前，咱要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因为敬拜上帝、服侍上帝，就是甲上帝有密切的交通，这是非常重要。咱知影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中间只有照伊的形象，甲伊的款式所创造的人，才具备敬拜的本能。你看其他的动物敢会晓敬拜上帝？袂晓嘛？
只有人会晓敬拜上帝，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所以人会当透过灵甲上帝沟通。咱咧敬拜就是甲上帝沟通的一种方式。人借着敬拜做生命的中心的时阵，才会当甲上帝同行，才会当甲上帝有密切的关系。咱看记着圣经中间有一个真敖敬拜的人。真爱敬拜的人，真较无敬拜的人，这人就是大卫。伫伊所做的诗中间，不止一遍，伊写着安尼。伊讲有一件事，我捌求耶和华，我犹原要追求，就是一生一世踮伫耶和华的殿中，仰望伊的荣美，伫伊的殿内求问。咱看记着伊所写的这诗篇23篇，咱拢真熟嘛。伊讲。我一生一世的确恩惠主爱对我，我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咱看起着大卫，其实伊心中有一个足大的渴望，伊期待咱永远踮伫上帝的殿内底去敬拜上帝。伊的生命中心就是敬拜，因为这是咱被创造的目的之一。其实咱若看圣经中间的假释咱每一样拢是上帝的殿，所以咱来将咱的心准备好势，加做上帝的宝座，欢迎上帝时常伫咱的心中，踮伫咱的心中来掌管、来引带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一个真实的敬拜，毋是讲咱来到圣殿内底敬拜上帝尔。真实的敬拜是伫咱的生活中间，伫咱的生命中间。每一天、每一时，拢爱敬拜上帝。咱不止一遍，咱读这段经文对无？罗马书12章第1节，伊讲：所以兄弟啊，我用上帝的慈悲劝恁，将家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上帝所欢喜的。恁安尼侍奉，才是理所当然。所以保罗伊认为讲，生活就是一种服侍献身的过程，一个。真正的礼拜，上界确实属灵的礼拜，就是将家己当作活祭，将咱每一天的生活、每一时的生命拢献给上帝。也就是讲，咱逐时阵拢在敬拜，毋是来到圣殿才来敬拜。但是真可惜，有一寡信徒因被称作礼拜日的基督徒只有礼拜日是基督徒尔大家入来圣殿内底大家唱诗歌、吟诗、俄罗上帝时，大家拢亲像天使同款面貌温顺对无？结果礼拜结束了，吹到外面，就去恢复原本的模样，这叫做礼拜日的基督徒啦。所以咱毋通安尼，因为我即摆看恁拢那亲像天使咱毋通讲哇，出去外面了就变一款咱是每一时每一刻拢是安那，拢是咧敬拜上帝。咱是用敬拜做咱生命的中心，这是咱第一个观念，爱放伫中间心中。尼要用敬拜做咱生命的中心，就是第二项要让大家提醒的是，咱爱互生活真做咱就互灵修真做咱生活的中心你生活的重心是啥？是你的家庭，是你的事业，还是你所追求的梦想？其实我需要互大家真清楚一件代志甲上帝保持密切的关系，上介好的方式就是爱伫生活中间将迄个灵修当作咱生活的重心因为咱若先调整甲上帝有好的关系，接续咱甲其他的人，咱咧做其他的代志的时阵，迄个关系就真好，就做了真顺遂，真好势。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做一个牧者上介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啥货？就是帮助信徒会当伫生活中间保持甲上帝好的关系。就是咱来常常透过两项代志叫做祈祷甲读圣经来维持甲上帝的关系。咱知影咱若无呼吸咱可能无几分钟、3分钟，咱就会死去。相反，咱灵性的生命灵修生活的重点。若无这两项代志，咱灵性的生命会高大，
咱甲上帝的关系就渐渐疏远，切断关系了，咱灵性的生命就死亡。所以，咱真正爱伫生活中间，要爱祈祷，读诗祈祷，爱读上帝的话。咱爱有计划来设计家己的灵修生活，这是牧师所期待的。其实，真做双林教会的信徒是非常非常好运的。为什么？咱有教会透过真济无共款的管道来帮助大家，会当维持大家好的灵修生活。咱伫网络顶面每一天拢会当看到每日亮光对无？牧师团有录这查经的进度的解说分享。这就是讲，意思讲，你读工拢会当读照进度去读圣经。上帝就透过这个圣经对你讲话。个另外就是最近大家毋知有注意咱的传播委员会佮制作一个新的节目，叫做有人咧替你祈祷。每一礼拜拜五中昼就会播出，就是为着大家祈祷，为着这个世间所发生的一寡代志来祈祷。所以咱伫期待透过这款来提醒大家，咱来透过祈祷甲读圣经，甲上帝结连有一个好的关系，互灵修加做咱生活的重心。这才是真实的重要的代志。还有一项嘛是真重要，就是你要选择一项代志来服侍。无论你伫小组、团契，还是伫教会中间，你拢有能选择一件代志来服侍。咱哪服侍咱就哪感觉上帝甲咱做伙同工。安尼你就感受到讲我透过服侍，就咱甲上帝建立一个真密切的关系。所以咱爱明白，你若想要甲上帝同行，保持密切的关系，就是你接受上帝的呼召，投入一个服侍中间。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那接受上帝的呼召，完成上帝的心意。伫服侍的过程中间，虽然别人对伊误解，你去大船去方舟，别人来踢笑，但是伊伫这过程中间，伊就哪明白上帝的心意，那甲上帝哪亲密，就哪甲上帝同行。所以咱的经验就是安尼，你哪服侍，就哪明白上帝的心意；哪服侍，就哪合伊的心意，就哪甲上帝保持好的关系。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事。最近南部咧落大雨，互我想到一个过去所发生的一件代志。我新学院毕业了，伫台南大专中心服侍的时阵，迄个时阵每年暑假拢有一项真重要的工作，一个事工，就是咱知影暑期真侪教会拢会举行学几学校，但是真侪教会主任老师你是拢在上班嘛，无法度来教即个学几学校，所以阮就伫暑期的时阵就组织一群学生互因会当伫教会中间协助遮个需要的教会去进行即个学几学校。有一个礼拜我印象真深，就是迄一天台南就是受到一个风台的侵袭落真风无真透，但是落真大的雨当时阵阮就是照迄个学校的分配就阮遮个教会，就希望讲迄间教会的学校的大专学生会当协助附近的教会的学几学校。台南有一间学校叫做昆山，过去叫做昆山工专，即摆叫做昆山科技大学咱若去网络 Google 一下恁就知影讲若台南若落大雨迄个所在就淹大水啦所以迄个所在叫称作昆山水上乐园啦因为拢淹大水，都无法度差不多，伊是足较低的所在大雨。迄天拄着大雨，我就真紧张啦，因为惊讲到时这学生若无法度来到教会因为乌托邦就根本都无法度徛，若行路爱行真久的时间所以我就提早去跟教会准备讲，若万一这学生袂当教我就爱替因教。叫无想到，阮是点半开始1点的时阵就看几个学生穿雨衣，手提鞋手提布的安尼，烫只骹撩水
撩来即间教会，我就问讲我看到其实是真毋甘啊，有若真感动，我就问讲安尼行偌久？伊讲安尼撩水行将近要1点钟你好好行到即间教会，要参与即个主日2+2结果迄一礼拜，过几工了水就退啊，但是因为原参与伫迄间教会的假2中间迄个教会的下几校是2礼拜结束的时阵，阮就伫遐开检讨会这教会牧师甲助理校长是非常感谢这学生来参与，因拢感觉讲对这学生因领受真大的祝福，这囡仔嘛得到真侪帮衬但是这学生咧分享的时阵伊讲可能教会人拢认为讲因付出真侪但是伊讲因伫准备的过程中间，伫教学中间因家己本身感觉得到真侪因为伊讲伊要教这学生，所以伊要先准备嘛。准备就要先读上帝的话，所以伊就感觉讲搁较一遍，较清楚了解上帝的话，而且伫教学中间，这小朋友对因的回应互因感觉真大的喜乐甲感动所以这个故事，这个代志我就亲身的体验，就是讲，你若愿意受上帝呼召，参与服侍过程中间你会比别人较早领受祝福但因为你伫准备的过程，你伫服侍的过程中间，你着甲上帝有亲密的交陪，你着感觉讲你是甲上帝做伙咧同工。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牧师期待你若要甲上帝有密切的交往，你着爱参与一项服侍你伫参与的过程中间，你着有真深的体验这是第一大点要甲大家分享。那有即款的特质，伊是甲上帝同行，是甲上帝有密切交往的人。第二个特质咱看见到那伫迄个时代伊真重要被上帝拣选的特质是因为伊无愿意甲罪恶妥协咱来看这段经文伫创世纪第6章第50到第8节伊讲耶和华上帝看人伫地面上罪恶真大，规日所思想的拢是恶。所以耶和华就后悔做人伫地面上，心中忧伤。伊就讲：我要将所做的人甲走兽，而且通脱，以及空中的飞鸟，拢对地面上除灭，因为我做因后悔。但是咱看到尾仔即句讲啦，独独有那伫耶和华的面前得到稳定。为什么那会得到上帝稳定？咱看见到。迄个世代人拢惊罪恶的事，拢思想罪恶的代志。独独那伫上帝面前得到稳定，就是因为伊无甲罪恶妥协，伊是拒绝罪恶的一个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做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咱拢活踮一个黑暗的世代，咱拢伫甲邪恶的势力咧对抗。如果若陷入罪恶，中间真容易被攻击，所以做一个愿意被上帝拣选的人，咱需要面对罪恶的问题。牧师有3项提醒，第一项就是咱爱尽力去追求圣洁，尽力追求圣洁，因为圣洁是人被上帝拣选使用的真重要的根据。咱看见保罗安尼讲，伊讲人若家己清起家己，脱离卑贱的事，就的确做贵重的器具，诚做圣洁，合理自用，准备行各样的好事。所以上帝去拣选迄个愿意清起家己，诚做圣洁的人，用圣洁的器具来荣耀伊，来推动伊的事工。所以咱本身爱去追求圣洁。为什么爱追求圣洁？因为上帝就是圣洁的。圣经中间，上帝对咱讲：“恁爱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本身是圣洁，就当激励咱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咱爱较无亲像天父相款遐尼圣洁。当然，咱也明白，无一个人是绝对圣洁的，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但是主耶稣基督。伊嘛是安尼勉励咱，伊讲恁爱完全亲像恁的天父完全相款。意思是讲毋是讲咱人爱甲上帝相共
是讲咱爱有一个目标，爱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就是亲像耶稣基督相款，对伊的脚链来行，守伊的教训，尽力去追求圣洁甲完全。哦，这是咱心态顶面爱勉励家己，爱追求圣洁。第二项，咱毋通甲做讨险吼，有一个真重要，就是讲要对付罪的时阵，咱爱提醒咱家己，咱是一个软弱的人，时常有可能被攻击，时常会失败。吼，咱爱知影灵性真好的信徒吼，你若无要时刻倚靠上帝吼，想要倚靠家己，嘛有可能受试探来绊倒。咱台语有一句话，隐士的拢是安那，会受的嘛。会受的拢感觉讲我会晓，我会晓，所以就进入迄个危险的中间嘛。啊，所以咱来理解，咱毋通讲认为讲我足够，吼，我绝对袂失败，我绝对袂绊倒，安尼咱就真容易绊倒，吼。所以圣经中间主角是咱的祈祷文，咱拄则有念嘛，吼。主角是咱的祈祷文，伊安尼讲，毋通互咱入地气，好吗？互阮入地气。华语翻译做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真正意思就是讲，求上帝，上帝，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所以毋通互阮遭受到承受袂起的考验。咱来理解就讲，咱常常伫即个试验中间，那个书的作者嘛讲，一个人受试诱，是被家己的欲望搞去的，伊欲望怀胎，生出罪恶，罪恶一旦长成，就产生死亡。哦，这就是牧师前几礼拜吼，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咱就是安尼被引诱吼，一步一步行入死亡的界线，就是安尼。吼，所以咱毋通掠准讲咱是真坚强，要去接近迄个罪恶。拄着罪恶，咱就是逃走，逃去甲主耶稣基督十字架骹，咱得到保守。吼，所以面对试探。咱需要承认家己的软弱，当你承认软弱了，会发生几个真重要的改变。第一，你会发觉讲，你甲上帝的关系更进一步，你愿意完全倚靠伊。会晓倚靠上帝，毋是简单会当对付罪性，嘛会当加深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啊，这拄好是一个被上帝拣选、被上帝使用的人所需要的。最后一点，就是咱嘛爱有一件要义的代志，就是咱来谨慎对付咱的罪性。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我严格对付家己的身体，为着要完全控制伊。伊知影伊的身体真容易，互伊陷入迄个试炼中间，所以伊真要义、真谨慎，要对付家己的身体。伊讲免得我叫别人参加比赛。家己反倒当被淘汰，所以这就是对付罪的一个态度。咱来严格去对付咱的罪性，咱来真谨慎，非常细腻，免得咱陷入迄个罪恶中间。咱今日分享拿阿的两个品格。第一个，伊是甲上帝有密切的关系，甲上帝同行；第二个，伊甲罪恶绝对无妥协。后礼拜咱会继续。看这个主题，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求主你帮助阮，清起阮的心肝，会当照你的话去行，互阮领受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